歡迎收睇拉斯維加斯情報站。今日係2025年12月31號除夕。今日嘅新聞重點包括：北拉斯維加斯警員執勤期間駁火殉職，震驚社區；真人 show 明星獄中殺害囚友，面臨精神評估；以及內華達州薪酬升幅跑贏全美，帶動商業地產市道。喺詳細報道之前，請大家訂閱我哋嘅頻道，並開啟小鈴鐺，點讚及分享俾朋友。你哋嘅支持係本台持續製作深度新聞嘅動力，多謝大家。首先關注本地治安消息，北拉斯維加斯發生一宗嚴重槍擊案，導致一名警員殉職，疑犯亦當場身亡。事件發生於12月30號下晝2點15分左右，地點位於 High Creek Drive 4700街區，鄰近 Camino El Norte。警方接報指，一名男子喺街頭揮舞槍械指向途人。北拉斯維加斯警員到場之後，疑犯拒絕合作並企圖逃走，期間更無視警員指令，持槍逼近警員，雙方隨即爆發激烈槍戰。據了解，涉事警員喺身中多槍嘅情況下，仍然負傷還擊並擊中疑犯，雙方隨後被送往大學醫學中心 UMC 搶救，但不幸咁兩人最終證實不治。呢宗案件係北拉斯維加斯警局喺2025年首宗涉及警員嘅致命槍擊案，事件對執法界造成極大打擊。當晚嚟自內華達州高速公路巡警、拉斯維加斯大都會警察局等多個部門嘅警員自發組成長車隊護送殉職警員遺體。有區內居民表示，案發時聽到密集槍聲，對社區治安惡化感到憂慮。目前警方正調查疑犯背景，初步相信佢並非當區居民。視線轉向另一宗涉及街頭暴力嘅案件，拉斯維加斯警方偵破一宗發生於11月嘅謀殺案，揭示非法街頭接管活動帶嚟嘅致命風險。案發喺11月8號凌晨，West Patrick Lane 5000街區發生非法賽車聚會，期間20歲男子 Andrew Santiago 遭到槍擊，送院之後傷重死亡。經過個幾月調查，警方鎖定並拘捕一名19歲男子 Jordan Hubbard， 控告嘅公開謀殺罪。警方指出，案發當晚現場混亂，涉及大量流動人口同車輛，增加咗搜證難度。當局目前仍追離緊另外2名涉案人士。事件再次引起社會對非法賽車、毒品以及槍支暴力嘅關注。預料當局未來會加強針對此類街頭接管活動嘅執法力度。喺司法方面，一宗涉及知名真人 show 明星嘅獄中謀殺案，引發外界對懲教系統管理嘅質疑。41歲嘅 Discovery Channel 真人 show 盲蛙牧場之謎參加者 Chet Olinger 涉嫌喺克拉克縣拘留中心內勒斃並撞擊獄友頭部致死。消息指，疑犯喺犯案後聲稱自己係進行正義殺戮，並自稱擁有超自然能力，顯示其精神狀態極不穩定。法院目前已經下令對疑犯進行能力評估，一旦被判定為精神不適任，審訊將會無限期押後。案件同時揭露咗監獄管理漏洞，外界質疑獄方點解將一名有明顯精神問題嘅職犯同普通囚犯關押係同一囚室。此外，內華達州近期亦都發生另外2宗囚犯非正常嘅死亡事件，令懲教系統面臨沉重嘅輿論壓力。專長全國及經濟方面嘅消息，雖然治安面臨挑戰，但內華達州嘅經濟數據就展現出強勁嘅勝。根據美國勞工統計局最新數據，內華達州平均時薪達到32.555美金，年增長率超過6%。遠高於全國平均嘅4%，其中受惠於大量基建項目，建築業工資增幅更超過1成，高工資亦帶動咗商業地產發展。位於 West Sahara Avenue 一個曾經用作汽車經銷商嘅地段，剛以800萬蚊美金成交，將改建為現代化零售中心。另外，鄰近內利斯空軍基地嘅一個大型貨倉，亦以2100萬蚊美金易手，反映拉斯維加斯正逐漸轉型為西南部重要嘅物流樞紐。另外值得一提嘅係，涉及音樂巨星 Sean Diddy Combs
以及前拉斯維加斯警隊高層 John Pelletier 嘅民事訴訟已被聯邦法官駁回。法官指出，原告未能夠履行法律程序，呢項裁決亦為針對公眾人物嘅惡意訴訟設立咗更高門檻。最後關注今晚除夕嘅安排以及未來城市規劃。受極端天氣、大氣河流影響，拉斯維加斯今晚除夕夜降雨機率高達55%。Boulder City 已經宣布取消街頭派對，不過拉斯維加斯大道 The Strip 嘅慶祝活動就會如期舉行。警方將會係傍晚實施交通管制，15號公路嘅主要出口會係下晝5點半關閉。大道亦會係晚上8點全面禁止車輛通行。展望2026年由 Boring Company 興建嘅 Vegas Loop 地下隧道網，預計會係第一季全面開通，屆時將無縫連接機場同會議中心。同時，由2026年1月起，內華達州將實施更嚴格嘅煙霧控制法規，要求所有大型建築進行專業防火系統復檢，以提升城市安全標準。以上係今日拉斯維加斯情報站嘅全部內容。面對2026年，拉斯維加斯係經濟高速增長嘅同時，亦都正面對治安同社會轉型嘅挑戰。感謝大家收睇，祝大家新年進步，出入平安。我哋下年見。想緊貼拉斯維加斯本地嘅最新消息，記得訂閱、點讚同埋分享俾你身邊嘅朋友。多謝你嘅支持。